有客人咧竟然問我一個問題，我好難答嘅。喂，申請補貼係一個騙局嚟嘅，係咪騙局？原因好簡單，作為一個補貼嘅顧問咧，收咗人錢之後唔做嘢，跟住間公司仲要執咗倒閉，咁係咪一個騙局？係咪成為一個商業詐騙？根本上佢係利用佢嘅知名度、佢嘅人氣，加埋佢公司嘅規模，等你覺得佢好專業，又可以幫到你攞幾多利益。唔好介意我得罪講句，一般都係啲貪小便宜嘅人先會中伏。你冇資格申請，咁點樣要合作落去呢？上一條片我講過啦，一間3萬，100間300萬。啱啱有個苦主打俾我，佢話10幾萬啊俾咗佢，跟住而家拖唔水，政府又唔會理你嘅，最終你咪搞到攞唔成補貼，損失咗嚿錢，又唔可以發展大陸市場。整體嚟講呢，唔係間間都係咁嘅，不過我哋總有害群之馬，你要避開呢個坑呢，好簡單，你要識睇合約，嗰份合約裏面呢，其實係會寫到明唔批嘅條款。如果一個好嘅顧問呢，未必係會講好聽嘅說話，同你講每一句都係好聽嘅說話，嗰個未必係好嘅顧問。我好多以前嘅視頻都係話俾大家聽，你冇資格唔好嚟申請啊。跟住我會再講申請咗 BOD 之後執行後邊嘅嘢仲多啊，知唔知啊？繼續留意我視頻啦。